咱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这日的中间爱欢喜快乐。这是咱请敬拜团来带咱兄弟姊妹来献诗。那我们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那如果需要休息的话，我们也可以随时的坐下，让我们用喜乐的心一起来敬拜。在这个全新的日子，我们用这个诗歌来宣告我们的神是那位永远都在的神，他是那挪去大山的神。我们从头来唱。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入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是的，我们虽然会遇到困难险阻，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那充满盼望的，是那做大事的神。让我们从头再来敬拜。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入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是他的话让我们知道他是那充满慈爱的神，是那一位保守我们心怀的神。我们用诗歌继续的感谢他。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分开，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分开，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入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山为我挪开，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我要大声，我要大声宣告，耶稣，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们将我们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他是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也是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的挪去我们的重担，使我们能够得以在他的殿中一同的来敬拜，一同的来向他敬拜，献上我们所有。因为我们用第二首诗歌
一起来学习敬拜，学习祷告，学习服侍，使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息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息得救。你是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有空，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们从头来祷告。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息得救。你是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有空，让我爱人不要虚假，我待人有心而放，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有空，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放，让我学习顺服，以圣
皆为装饰。让我学习顺服，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我们持续站立。咱感谢敬拜团，这是咱由原徛的，咱用新的改编来改变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耶沙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改编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这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来启应文第9篇，诗篇32篇。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掠砍的。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奸诈的。我静静的时，我的骨头孤单。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安尼，凡那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就记得你。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必用得救的歌，四面为我。我要注目看你，来劝诫你。就用马架姜，要勒索约束伊。恶人受济济苦难。因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甲生命。阮要借着你，才通到阮的爸遐。恁的道路，你的道路，阮爱跟对；你的真理，阮爱相信；你的生命，阮爱仰望。阮知继续行伫你的道路，阮就会明白真理，也通得到永远的活命。也感谢你提供一条互人行向永远天堂的道路。阮知，阮毋是去天堂来找着耶稣，阮是伫耶稣内面来找着天堂。感谢主，祈祷奉主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甲咱献诗。
这是咱来共读圣经，记载伫历代志下第7章第11节到第15节。对安尼，所罗门去耶和华的殿，甲王宫完工。伫耶和华的殿，甲王宫见所罗门心内所爱做的，拢做到成功。暝时，耶和华出现伫所罗门，甲伊讲：我已经听你的祈祷，也经即个所在做献祭我的殿。我若乖捌天伫到无落雨，也是命令草蜢食伊的土产，也是互瘟疫流行伫我的百姓中。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我转离开伊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我要目睭看，耳孔听知，即所在所现的祈祷。以上，咱请蔡长来为咱讲道。伊讲道的题目是奇妙的赦免。有谢平安，各位平安，请跟左右邻舍讲平安，用你的心，真的这个一个礼拜，你们来圣殿里面，在神的殿中求问，在神的殿中特别祝福，很美的一件事情，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个礼拜，我现在在想说这节经节，各位有没有印象 ？COVID-19 期间，我们那时候只有4个人在做礼拜，一个讲道，一个思维，一个讲道。那个欧巴一个超过音响，助导是林牧师，这样我们就4个礼拜，我们就这样。那段时间呢，有时候觉得很好玩，我们没有参加中会的晚餐里面去做直播，可是我们的 FB 跟 YouTube 流量都超过300。啊，所以我在想说，实体礼拜以后300减一半，150也好，没有哈，再减一半，75个。无论如何，感谢主。先给各位看一个很美丽的画面。这上礼拜这个画面，其实我看了很久，我觉得很美呢。全家得救。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讲说，我是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连续3代在侍奉主，我们就看到那个美丽的果实都会出来。这里面中间有个小孩子是他们第3代，我觉得非常感动，很乖。我相信10年、20年以后，你会看到他的成长和他的成功。信仰是代代相传。但是信仰不是说因为你一个人信仰全家得救，所以全家得救就是你不必做任何的信仰，那么全家就一定得救。如果你的信仰没有扎根在你的后代，有时候反而会受到神很严厉的谴责跟处罚。想到有当时无欢喜啊！看到这个画面的时阵，我就感觉讲，这个全家伙你也看到，每一个人吼，笑出来拢敢啼屎咧。听讲，咱你迄个晋山的后生，你看晋山迄个面，起来讲，我甲问讲，你安怎来？伊讲坐225来，3点半会当坐225来呢？没有错嘛吼，啊，车来偌久？多久？半个小时，40分钟。40分钟都被您找到很多人都比他晚到，一切都感谢主。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画面，因为什么？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诗篇103篇第3章那讲，伊要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祷告没有效吗？祷告非常的有效。在主的面前，我们主的赦免，因信而称义，得到充分的救赎，跟我们的天父阿爸父神再复活，两个会当直接接根，就像我们是个大家庭一样。今天透过你姐之后，就有陈先生他们过来，这样一代一代，其实来就是我们的家庭的人呐，就是我们的家人。
我就在想，最近这礼拜，因为经常我们会接到国家音乐会的贵宾卡，每次都是2张贵宾席，什么音乐会、什么交响乐团一来，我们就会有2张。你问我太太，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太太对不起啊，因为我的程度不够。我觉得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在那边坐着听音乐？我最近去听了一场，只有那个坎达达神剧，就是那个谢长老他们的摩西而已啊。因为呢，对我信仰有帮助啊。其实我听了交响乐，可能那些其实我大学时代我都很熟。可是我觉得说，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因为我的年纪也大了。我就想到一句话，上次8月4号父亲节说，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对不对？其实我现在慢慢觉得长大，我要跟我太太讲说，我们2个慢慢变老吧，慢慢变老。我希望我们跟在座的每个兄弟姐妹们，我们一样，大家慢慢变老。有一天，有的先走，有的晚走，但是在天堂，我们又再相聚。所以我常常跟你讲吼，人哦，不要以为你去瑞典，人家就不认识你的脸，脸认识好。有一天在天堂，不要遇到说我不认识你，我就是认识你，那是我阿姨。那剪刀皮我都该做会啊！嘿，我们每个人现在每个家庭里面互相认识，我们要互相祷告，互相代祷，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神。虽然今天我们念了很多经，其实那个经节里面，从第6章就是那个所罗门献圣殿，上帝的火降下来，充满着荣光。上帝接纳这件事情，可是，在第7节，我们就看到。上帝反而是什么？夜间呢，暗时呢，夜间跟所罗门王显现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事情，然后他告诉所罗门王，当时我们 COVID-19 几乎每个教会都用这个经节，我看到很多牧师用这个经节在讲道，说只要你们有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就要从天上垂听。我们所看到第6章、第1章一直讲说垂听赦免，垂听赦免，要赦免，要垂听他们的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大卫在诗篇103章103篇第3节特别跟我们讲，要医治我们所有的罪孽，也医治恁拢总的罪，然后赦免，因为赦免恁拢总的罪，医好恁拢总的病。你不要相信上帝的大能啊，他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直接就进入正题。首先我们要谦卑认罪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越来越看到一些人，其实我一直觉得说，他实在是讲这样有点讽刺人家，应该谦卑一点才对啊。我们在那边经常看到很不谦卑的人，因为我们好像掌握的一些权利。每次官员被我们约询，然后就看他，就会有听到一些声音，大小声，何必呢？人家来又没有欠你什么，你说不对的话，你就把他弹劾，就把他纠正嘛。所以每个人问我说，来到监察能带律师吗？我都说可以。你不怕律师讲什么？我说有什么好怕，都有录音啊。我也不会骂他，也不会做什么。你们要说我不好，尤其现在黑暗又开始多了，没关系嘛。深渊在上帝，罗马书12章19节讲的。我们要谦卑去认罪。什么叫祷告？蔡崇义，你一天到晚说我们现在9点我们要同心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什么？你真的不知道祷告什么吗？祷告，从天父祷告。你不为你的家人祷告吗？你们不能为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姐妹们是在受苦、正在治疗的人祷告吗？你不能为我们的肢体，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里面祷告吗？你说祷告没有用，我祷告好像上帝好像不理我，我练了老半天，上帝没有回我呢。祷告，可是上帝还是没有跟我讲话。上帝跟你讲话，你根本没有在听啊。上帝用各种方式在跟你讲话，你根本没有在听。所以祷告的特质要什么？要先认罪悔改啊！你说我又犯什么罪？一天到晚才从你一直讲我有犯罪，不有犯罪。嫉妒是不是罪？
见不得好人是不是罪？虽然不必抓到法院去判刑，去把你关起来，但是在信仰里面，我们就是罪呀、我们没有信心就是罪。可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我们相信主耶稣，他替我们做救赎，洗清我们的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罪悔改。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因为这是敬拜的开始。我们为什么前面5分钟，我们希望大家都安静心下来，做认罪悔改，做祷告？因为我们要准备跟上帝见面，准备雕记上帝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今天讲一件事情啊，今天你去总统府，从那种当总统以后，我没有联络一通电话，也没有经过一天总统府，因为我觉得说不要了啦，我全到教会啊，我们吃个饭不要。可是上个礼拜有个98岁的基隆院长啊，他们叫院长啊，你好久没有来看我，你什么时候要来看我？我在想，对哦，我刚刚背回来，你都没来看我。哦，有人98岁了，我想应该去看他了，所以我下礼拜6准备去看他。你等我后礼拜六委员我来看你。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有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不怕死，可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珍惜我们活着的每一天。珍惜我们的周遭的朋友，珍惜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的认罪悔改是我们敬拜的开始。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我们心起静了，所以我们在礼拜之前，我们要先认罪悔改，先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门打开，迎接主的降临。所以认罪悔改，他说耶和华说：“我在至高说，我的心灵痛悔我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啊。”上帝要跟我们心灵上为谦卑的人在一起耶，谦卑人的灵，痛悔的心，能颂扬的人有福气啊，是上帝所喜欢的。古代我们进入会幕，我们会先到哪里？我们会先从外院，然后进入到圣所，然后进入到至圣所。以前至圣所是有大祭司才可以去的至圣所。以前如果这个地方的话，任何人都不能上来。我们从小时候也被教导说，讲台。以前旧的教会讲台都会比较高，有啊，这个用意象，然后所有的人除了侍奉的人以外都不能爬上讲台，因为那是圣洁的。我不知道对还是不对，但是我觉得心更重要。然后呢，我们要进入圣殿去侍奉，我们有罪嘛，就上帝洗清我们的罪，我们先什么？先到外院里面，我们用祭坛，那个祭坛是什么？焚烧，把燔祭，把你的羊啊啦、猎牛啊，迄个无哈数的，特别羊啊，烧去，烧得一干二净。也就是说，我们要洗清我们的罪，然后再来接着我们到洗涤盆。从爱现在这时啊开始洗你的手，爱该你认罪，开始悔改，之后我们就可以到至圣所。现在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上帝的至圣所，跟上帝在一起。那么一个人会当甲上帝直接讲话啊！你说我无看到上帝，上帝直接甲你讲话，上帝直接甲你讲话。我的亲人当着艰苦，我的亲人在艰苦，我们是不是应该再加强一次的祷告，再一次的信靠上帝？我们有信心信靠上帝，上帝就必得医治啊！你自己都没有信心，你觉得上帝会有作为吗？人的尽头才是上帝的开始哎。你说我认为我们相信上帝，我什么都不做，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所以我们要知道，认罪跟门赦，就是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哎。这会记在生命册，这个人会有一天会得救，在审判的时候，他是被提到天空，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审判。所以我们第二个要求赦免，我们要祈求我们的赦免，祈求赦免。今天受洗，就祈求上帝的赦免，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人啊。那点到做一个新的人以后，我讲，是讲我是深恩的所在，你给我在深处向你求告啊！因为什么？你有赦免之恩啊！赦免多重要！
你说那是亚当犯的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我们的人心理上都有那个罪根呢？尤其什么打战，一有战争的话，你会发觉到说，怎么越打大家越残忍，杀一个人一回生二回熟，再来就杀一堆人。太假啊，你就太袂落啊！这摆太人你马上来抬。上次在南京大屠杀，日本人还在比赛，看谁砍的头最多。那是人吗？是人啊，可这个人已经不像人了。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赦免的恩典。什么叫救赎？救赎就是说，我们能够仰望十架，因为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受死，我们仰望十架，跟神再一次的复活，旁边跟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大家庭。这是一个爱的大家庭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其实这段时间呢，我活到现在，我发觉到我现在最忙，以前还没那么忙。现在忙什么？白天忙那个监察的工作，回来跟我们家小猴子，所以很多人看到我那很小的时候，那小猴子我们很晚的时候会带着小孩子牵着手去买鸡屁股，不好啦，不好，人家说吃鸡屁股很不好，可他喜欢吃有时候想一想，哎呀，算了啦，那么小喜欢吃，偶尔有一点犯罪的感觉，犯罪一次。第二天他跟你说，第二天他要带我买，好，载你去买一次，然后一边买一边跟他讲说，鸡屁股很不干净，很不好，很不干净，很不好。第三天说好了，那我不买，我要去买地瓜球。反正这就是人嘛，每个人的家庭在一起，你牵着你的小孙女这样走一拐一拐的走，你就觉得那个是很美的事情。我也很希望像以前一样，完全我的儿子女儿都放着，他们要去补习他们没有补习了，他们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我们到教会，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在睡觉了。可是小孙女不敢把他放着，就到教会来，还是牵着他的手。相对的救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要我们祈求赦免神赦免我们才会得到救赎啊！你说我已经信上帝，因信就称义了。因信称义的前提是什么？你要祈求上帝的赦免，你要认罪悔改而不是说我信上帝我就一定得救。我觉得那不叫做信，那叫嘴巴的信。我们今天嘴巴信了一大堆，我们所看到什么？主耶和华，你会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你也来究察罪恶的时阵，送起来掉。以后我要看你的罪，什么人起来掉？什么人拢讲我绝对无罪？人君，你有罪吗？大罪跟小罪嘛，有的是刑法上的罪，有的是我们心里的罪。我更有罪，我跟人君讲，实在是他比我好多了。我们都有罪，可是我们要慢慢越来越像主，越来越认罪悔改，越像主。我们说我好厉害啊！我在建材办的都最多。最近鸡蛋那种我们要开庭，已经很多人跟我讲，蔡总你又被骂得很惨，没关系啊，我被骂是家常事。月底就有鸡蛋案你们就会看到一个超市出来。现在也不能讲太多嘛因为还没有开记者会。相对的，我们要祈求神的赦免，我们通过十字架跟神再一次的复活。我说我们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因为我们有罪，从老亚当有罪以后，我们是跟死结合的主耶稣基督打破了那种跟神再合，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如果耶稣要救我们的罪责，不得了多所以我们要更像主。我们说我就是像主耶稣，我就是主耶稣。我们现在听到很多使徒说我就是主耶稣的师弟还是什么，不敢啦，不配啦。我们只能够越来越像主。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不住的寻求神，不住的寻求，不断的。我活到70几岁，我只能够做一件事情，我只不断的跟神在一起。我很骄傲，我是蔡天贵的儿子，蔡商是我的儿子，是蔡天贵、蔡崇义、蔡商恩，一代接着一代。我们看到叶华芳、叶基安、叶新颖，那么一代一代的讲出来，多美的一件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什么？
就是一代传一代的信仰，都是很美的。所以大卫，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世界，大卫是我希望我的一生一世在殿里求问。我们今天在殿里了呢，上帝的殿，你心上有什么苦楚？你听讲道的时候，上帝有哪一句话触动你的心？某某人啊，心要放宽啊，谁对你不好，原谅他吧。把耶稣钉十字架，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悲啊，下面你与你说嘴隐哉。父啊，赦免，父啊，赦免。耶稣替我们求赦免呢，替谁求？替那些把他钉十字架的人求。他知道说，那是背后的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跟祭司头。我们这辈子有没有被钉十字架？商场我不知道，公务机关最会钉人家十字架。尤其我们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接着看好了，再来的报纸大概多少都有蔡崇义被钉十字架的报纸出来。人家说为什么你都不回答？很多人最近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去我们几个委员去找一些记者来说，要先跟我谈一些事情，因为开始有黑函的，他们可以做一个平衡的报道。我说不必平衡，学我不好最好，因为我本来就罪人呐、学我不好本来就对的嘛，没有不对哈，没有不对。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经常邀请你来做礼拜。所以说讲一个比喻，他设了一个大筵席，也邀请各位大家来啊。结果邀请这个詹山说：“哎，我很忙啊，我刚娶了个妻啊，我很忙，我刚买一栋房子，我很忙，我刚买一块田。”大家都不来呀、因为很忙啊，忙死了。我要补习，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主耶稣说，跟不是讲你出去外面把能够请到的全部请来，还不够，没关系，再去请。所以来的都是乞丐啦，那些残废的。你说教会怎么进来的都是这些没钱、没有钱的，在做资源回收的，身体很不好的，都是残障的。这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罪人，教会就是病人，在的地方才叫教会。就如果每个人都是大企业家，都要到101才可以做聚会，我觉得上帝一定觉得好难过。我来的是拯救罪人呢，生病的人才需要看医生呢。我们为什么一定是企业家呢？你企业家，我很高兴，因为你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你的钱有没有用在正常身上？我们就看王雪红，当时的威盛有一阵子股票几乎快跌停，做的手机没有人买。那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其实我为什么特别讲他的事情？不是我们教会的灵粮堂，40灵粮堂。他那个刘群茂牧师说：“好了，这样的话，你们是不是能够公司开始做晨祷？所以威盛是早上有做礼拜哦，但不强迫。可是员工里面有很多人开始受洗，他们来开始做礼拜。他说开始从他的公司开始礼拜以后，发现他的生意开始转好。本来完全人家认为说已经被淘汰了，没想到他又复活了。上帝在他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这摆的在一起，上帝经常在邀请我们呢。我们有没有接受上帝的邀请？那一直说你们来，你们来做礼拜，你们来亲近我，你们亲近我，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们。可是我们有没有？哎呦，我好忙哦，这个礼拜刚好做什么？哇，好忙哦！我知道你都很忙，真的那么忙吗？真的那么忙吗？我们有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邀请？我们所看到的，所以说去讲一个比喻，说叫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啊。圣经里面讲那个审判官好像都不太好哦，所以我每次听到这个那个圣经说，您这审判官爱受警戒，你们这些审判官每个都要警戒。我说我不当法官了，我35年的法官，可是我现在不叫法官了，我现在叫监察委员。所以监察委员也不是坏人啊，都是坏人，都在讲人家的不好，挡人家的财路。所以相对的，
所以说做这个比喻是什么？是一个寡妇去求一个不义的法官，这个法官根本不理他，那个寡妇根本没有钱，又是最低下阶层。可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出来，一再祈求，一再祈求，一再恳求，最后不得已来接受他。就是告诉我们，最终是什么？要不住的祈求，不住的祷告，才可以跟神亲近。不住的祷告，你会慢慢发现到说，跟神越来越亲近。在不住的祷告中，你会发现你跟神在相交。所以我们开始那个当初在 COVID-19 的时候，那个刘清邦牧师啊，那个周连华牧师，那个张宝松牧师，他们就发动一个叫做那个 RPG 的那个全国祷告会啊，他们有设定一些主题来去做祷告，以主导我们为中心的祷告。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有参加，但是相对的，我们希望说祷告是我们的本分。那现在我们说那个我们中教会现在9点，我们希望能够同心祷告会。你说9点我刚好在忙，其实说真的9点我都刚好在忙，我都设定8点50分。做什么？8点50分的话，先把圣经念圣经，然后之后呢，一个很重要的9点以后开始，我们就先做感谢的祷告。谢谢主耶稣，最起码你谢谢他是你空气吧，谢谢他有水可以喝吧，谢谢他。最起码你可以去念书，最起码你还会走路今天我还跟那个吉安张总讲说，我觉得你脚好像比较不行。那许爸爸经常说你要运动，是没有错，我真的是需要运动。就像我太太讲的，看运动，每天都好忙，好忙。其实有时候找借口了，好累，都每天回来就先躺下来一躺有时候会躺比较久，都会躺到我们小儿子说阿公都没有陪我玩，爬起来陪他玩。所以相对的，我们一个最重要，这个教会成立，我们9点的祷告更重要的是什么？为生命中的凶劫，曹姓兄，现在目前在治疗。信荣兄就是严长老的哥哥，目前也在治疗。玉荣姐目前也在治疗，米莉姐，还有我们的彩云姐，我们希望她精神越来越好，因为醒过来。我们为青梅姐祷告，她来受洗。她听说是骑脚踏车，好像是摔入水沟以后头脑。我每次看她的脸为什么会特地拿这张图？这张图的脸我就发觉到，这个，我就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为什么一直看呢？奇怪，好像每个脸都一样。我妈妈帕金森最后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脸。还好，感谢主，他还有一点记忆，就是以前的记忆，最近的记忆没有用了。就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忘记。可是他有以前的记忆，他还记得我还比杨根明牧师好。杨根明牧师这种听我讲到我讲到你啊，我比你还好。他去看他妈妈都说你这人足好呢，常常来看我。你从来讲我咧做牧师，那我囝嘛咧做牧师呢。他妈妈到过世的那一天都还不认识他，只是说你这两家伙常常来看我，还买物件给我吃。我还好，我妈妈还认得我，但是就是这个样子。我妈妈坐轮椅，就是跟那个村民这些讲，而且他们脸长得都差不多一模一样。所以相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谦卑认罪悔改之后，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要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设立一个祷告网，我们9点以后，我们希望每个人真的在祷告的时候，每个人为我们这一些特别为我们这些兄姐在祷告。为什么？那是有急迫性的。曹振兄刚好在治疗，很急迫，我们特别天天祷告。你说9点，我实在没有时间祷告，能不能心里想？祷告不拘全是跪下来是祷告，站着是祷告，躺着也是祷告，在做家事的时候也是祷告啊。为他们祷告，这些人是我们教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做祷告。然后之后，我们今天又讲祈求。你多久没有为你的家人事业祈求？因为做事业很简单哦。其实有时候我们钱赚的越多烦恼越多。有时候子女为了争财产。但相对的，我们来祈求，大家都很有钱，赚了很多钱，然后做一些对上帝做行善，圣经教说我们要行善，做一些好事。那最后，我们可以安静的聆听上帝要跟我们讲什么。甚至如果说你听完之后，
你用主祷文来做一次祷告。你说为我们兄姐祷告之外，你做主祷文的祷告也很够哎。主祷文是最标准的范例，所以教会我们构堂完毕以后，我们是不是才是侍奉的开始？我们说才不要再逼我们了，我们好不容易把教会这7500都还完了，你们说一直在逼，说我们要奉献，我没有逼你们啊，奉献是心甘情愿呢，讲清楚哈，其实没有准备真的不要奉献，奉献是跟上帝的关系你不要勉强。但是很重要的是，神都在走七鲁教会。当初盖七鲁教会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七鲁教会可以盖完。那里面的人大概都找不到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基督教盖完了，有空大家到基隆去看基督教，非常漂亮。虽然他们那些小会经常讲说啊，蔡院长啊，什么时阵要来讲讲道一个啦？我讲咯，买，恁阿姊恁的牧师家己来讲道就好。相对的，我们真的是9点到，我拜托各位同一个时间。为什么同一个时间？我这上帝好忙啊！不要让上帝那么忙好不好？上帝9点到，上帝说我为早晨兄，我为那个信荣兄，我为那个玉荣姐，我为那个蔡文这块为那个情迷这祷告。你就讲这就好啊，也可以啊。想到他们名字，替他们祷告，最后一件事情要转离你的恶行啊。我们经常有时候做恶事啊，有时候嫉妒人家，有时候见不得人好，有时候批评人家，有时候讲人家的不好。所以上帝想说，义人要转离他的义，义人转离他的义，做罪恶，做罪孽，会怎么？会死亡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信上帝就一定一次得救，是一辈子得救。这是圣经上一个无解的难题，或每个神学家都在辩这个。但我们这种人比较笨。所谓的得救是真的心里的得救，跟上帝连接的得救，而不是嘴巴讲我信上帝，让你得救了。出于心里真正的信上帝，真正的信。那么，所以要转离这些恶行以前你可能认为说，做法官以前法官有一句话比较早以前，那就是说人这个人虽然做歹蒙做歹，你甲摕我钱无罪以后就改，你嘛是做好事，算不算做好事？好像有点像没关系，你拿一些钱把他判轻一点或者把他判无罪，这是做好事嘛。你把他关起来，反正变成小偷，小偷变成小偷，变窃劫以后变强盗，这个不好嘛。所以拿一些钱也做好事啊。如果你觉得拿那个钱心里难过，就把它奉献给上帝。我告诉你，如果说我们的那个奉献袋可以自动的如果你去贪污拿的钱，做不法所得拿的钱，我希望能够跳出去，要你自己用，上帝根本不用那些钱，稀罕你的钱。所以我们要知道很重要的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生命要转变的。你如果是个基督徒，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个基督徒。最起码我不敢讲我是多怎么样，最起码今天都知道说蔡宗义是个基督徒。他们去灵鹫山，这是不是中元节要拜拜嘛？有没有？礼拜5就去拜拜，拜拜完之后他们就会发给委员。拜拜完之后的一些礼物，到我们这个办公室就从来不会拿。伊讲，你这基督徒袂使吃拜过的物件。以后我们慢慢讨论拜过的东西能不能吃呢？是圣经里面说，上帝所创造每一件东西都是好的呢。但是如果让人跌倒的话，就不好。所以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不能吃拜拜的，那钱就不要拿来。我有没有吃过拜拜的？我有啊。到我心里很坦诚无戒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吃拜拜的东西。所以你的生命要经过转变如果你有信主的话，你要成为新造的人。我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前提是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先生的人突然有一天太太回来说：“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今天怎么就不一样原来到教会去那我尝试着去教会看看。”你要改变不是做礼拜是一种脸，回家是一种脸呢。回家的脸要比做礼拜好看我们重要的是礼拜完之后，我们有没有去行？行道比听道重要。
我们要真的去行，因为我们去行，上帝才会看到我们是不是内心有真正悔改。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要保守我们的心呢。所以保罗先生讲说，我们心要什么？圣洁，我们那个以我们自己的身体为活祭献给上帝，是圣洁的、无瑕疵的。我们献给上帝。上个礼拜，那个吴晋生执事传了一篇文章来，这个文章我听了以后，觉得也蛮感动，很好啊。本来是昨天我跟我太太在开玩笑，我是用另外有一个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突然觉得我这个故事，各位都看到的，灵修带到万有，就这篇。他什么？一个老约翰带他的小孙子小约翰，两个到礼拜堂，他们有个祷告会，他们在那边祷告会有很多人哦。我们知道他们祷告很虔诚。以前我们在普世教会祷告是用榻榻米，跪在榻榻米上面。他那以为祷告以后就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那个口袋的零钱钱那你也算硬币，就掉出来，声音不大，掉出来。小约翰看到了，先掉出来，就看到一个年轻人默默的脚推一推，把那个钱就放在口袋。他偷钱呢，他偷钱呢。然后阿公还在祷告，阿公，你的钱掉出来，被偷走了啦。阿公说：“头不要抬起来，低低的，不要告诉我是谁，不要告诉我是谁偷的，不要告诉我，祷告，不要看他，你祷告，也不要告诉我是谁，祷告。”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出去的，他说：“你知道是谁哦？”他知道，从后面跟他走，看他家住哪里。小约翰就跟他走，远远走，他家住在那边。也就是说，我们家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粮食。因为这个青年他爷爷知道，这青年在教会其实是个很好的人，他会到偷钱，一定是有困难。也不要讲话出来，保持他的自尊心，然后就拿东西叫小约翰定期的每个礼拜就把东西。知道他住哪里的，爷爷还告诉他不要告诉爷爷是谁哦，因为如果知道的话变成负担呢，不知道更好那去，然后东西放着，每个礼拜都去跟他放东西，就走，放了东西就走。这个青年非常的潦倒，事业很潦倒，家里太太生病，家里很难过，所以他实在是要拿钱的时候，他心里也好难过，因为有人送东西来。一段时间以后，他离开这个村庄，他就已经离开了。他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慢慢的这个教会，因为是在乡下，教会久了以后，教会慢慢的老旧破烂。大家在想说，我们应该重新盖教会，我们把教会盖得漂亮一点，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希望能够盖教会，那好了，会有尽量奉献。之后突然听到有人传来，有一个富商很喜欢这个地方，希望他能够献出一大笔钱，把教会盖得很漂亮。哇，真的，他突然这个村庄这个教会收到一大笔钱，就把这个教会全部整理得好漂亮。我再提醒各位我们现在不是购团湾了我们还有电梯耶，我们还准备把这个教会整个做装潢。你说我跟各位要钱我是真的跟各位要钱可是我是替上帝要钱，但是不要勉强比如说今天蔡崇义在讲坛讲说我要跟你钱，我非奉献不可，没有，奉献是心甘乐意的。所以这个人就把教盖得好漂亮，教会盖完之后就请这个人来，这个人就终于来，是一个非常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名的绅士，他站上讲台。他说：“我告诉各位，我是个贼，
在15年前，我的生活非常潦倒，我失业，又是碰到美国经济不景气，我甚至连续3天都没有饭吃了。我的太太也在生病，小孩子也不晓得怎么办。我到教会祷告，希望上帝能帮我找工作。结果一到那边，我看到一个老阿伯啊，掉钱出来。我知道这个老约翰家里也算有钱，钱掉出来，我心里很挣扎，我不要拿这个钱。可是我这个3天没吃饭，我太太也没吃饭呢。我就把这个脚盖住这个钱，慢慢把钱移走，就带在口袋。我没想到被人家看到。之后，奇怪，每个礼拜就有一些食物、一些东西在我们家，我就知道说有人看到，神派天使来帮助我。一段时间我们生活比较好，我又找到工作了，我就搬到别的地方去，另外创业。很出奇的顺利，我赚了好多的钱。我赚这些钱以后，我在想说，上帝啊，你让我赚这些钱，我要做什么？突然一个声音告诉我，那个教会很破烂呢。我就回来看说，这个100年教会已经这么破烂。我就跟他们讲，跟他们说，你继续跟牧师讲说，这个叫重新翻修，给我一个账号，我汇钱给你们。真的假的？你账号给我就知道，他账号给他就汇了一大笔钱，把教会修得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他站到上面说：“我是个罪人，可是老约翰赦免了我，上帝赦免了我的罪，还让我重新可以创业，所以我赚的每分钱都是上帝的恩典。我只是取之于上帝，用之于上帝而已。我把教会重新整修。我只是拜托各位，如果能够在教会的旁边的柱子刻名字，我就很高兴。大家想说刻名字一定是刻他的名字嘛？不是，他跟他说这个教会翻修是老约翰捐献的，那时候老约翰已经死掉了。这个教会是由老约翰所捐献的。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什么叫赦免？赦免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赦免背后是什么？是恩典。我们认清自己的罪，我们转向神，神会赦免我们，让我们得到的恩典。今天你生病，你也难过，这个医生治疗不晓得好不好，那个不晓得怎么样，祈祷上帝，我们尽力，可是上帝会替我们安排，上帝会安排那个最好的。因为他的恩典永远跟我们同在，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求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上帝，你知道，在你的面前，我们是罪恶累累，我们是罪魁中的罪魁。虽然可能在表面上，大家都认为我们是一个很正直、非常有正义的好人，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实在是罪恶，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值得、不配称为义人。但是还好，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得以称义，称为义人。求主你保守我们，求主你照顾我们，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医治我们所有的病。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的吟诗，第382首。322首，第1节甲第2节。家。
请坐。这是咱准备心内奉献。咱游玩徛咧，咱吟上行387首。现在我起来来领受上帝祝福。我哋对做所句，叫目前的稳定，特别上帝因未改变的听堂，圣神的相通适合班赞，让主耶稣基督的慈爱永远照顾着你们，全面的赦免你们，让你们每一个人得到永生，永远得救，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所。阿们。请坐。这是我来为大家报告。本日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圣经记载伫历代志上28章20节，历代志下第6章第2节。第二小会2024年8月11号第362届362次的决议，接纳饶春梅姐妹为本会陪参会员。第三，本日8月18，主日2下日亲子半日活动，伫即个树林的科教馆，请伫下午1点10分伫教会集合出发，请自备饮用水甲悠悠卡。第四，本日下午2点半，伫苦米湖长老娘府上举行李长老追思家庭礼拜。我在这甲大家感谢，今日半夜去参加
阮爸爸的即个追思礼拜，我大家甲大家献上感谢，谢谢。第五，阿东剧团伫本日来本会报告近期的福音事工，请兄弟为该剧团的福音事工来带导甲宣传。第六，本日新人宫读经，咱家己来看。咱即摆请阿东剧团来替咱报告近期的事工。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是亚东剧团的同工，谢谢教会还有长老们还有牧师，让我有机会可以短短的跟大家来分享。亚东剧团是一个全时间用戏剧传福音的剧团。那过去的36年，已经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在30个国家进行演出布道的工作。那大家应该看我，也觉得应该没有36岁，所以呢，我就是从小的时候我在教会长大，我就是看亚东剧团的 DVD 录影带，在主日学的时候，从小就看亚东剧团长大的亚东宝宝2代的。那感谢神，让我长大之后有机会，这个剧团还在，我有机会进到这个团队当中一起服侍。我们的基地呢，在191在桃园的中立那边，我们在圣德基督学院里面呢，建了一座191剧场。这个191是什么意思呢？当初在设计座位的时候呢，本来是200多个，后来因为有些地方会被挡到，就拆了一些椅子，又拆了一些椅子，最后变成191个座位。后来我们的团长、我们的资深同工他们去祷告说191什么意思呢？后来发现是一个就一个，191。一个就一个，所以希望这个剧场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带弟兄姐妹进到当中来看戏的时候呢，他也可以 enjoy， 他也可以把心打开，接受上帝的福音进到他的心中，改变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基地里面有定目剧的一些演出，更重要的是培育更多神国福音戏剧的人才，做一些影音的拍摄。那不好意思，大家听到我的声音有点沙哑哦，因为我们昨天呢刚结束1个礼拜的儿童的音乐歌舞剧的夏令营，里面有6岁半的孩子到14岁的国中生，总共有15个人，他们要1个礼拜学好几首诗歌，然后好多的台词跟跳舞的动作。最后昨天呢，他们的成果发表，邀请40-50位的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进来看。那有很多的亲朋好友，他们也不是基督徒，所以看到他们也会后跟我们分享说很感动。那我是里面的戏剧老师哦，所以这1个礼拜就是非常的需要用喉咙，因为孩子们就是很混乱。但是我们期待呢，接下来无论是寒假或者是暑假，我们可以有更多类似这样的活动，往下一代的小朋友们去扎根。今天刚好蔡长老讲到的时候，有分享到路加福音的18章。哀求的寡妇跟不义的官的故事，这也是剧团最近呢一直有在进行巡演的一出戏，叫做《金花》。我们的团长呢把它改编成古装剧，那其中谈的就是不放弃、不灰心的祷告的精神哦。这是我们这个金花剧有用闽南语、客语、华语的不同的演出。如果弟兄姐妹有朋友刚好在这几个教会附近呢，你知道这些时间可以邀请他去那边看戏。这个呢 ，Nerf 情境式创意剧场《王子公主喷火龙》是剧团这几年一直在进行的一个比较大型的制作。那过去呢，从2022年到24年呢，我们已经有130场。这个演出它是很特别的，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呢，我们取消了超过100场的演出。剧团没有办法做演出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动脑祷告，怎么办？让这个剧场已经盖了，对不对？但是没有人进来，那就真的是很可惜。所以就有人提出说，要不要玩一个就是叫做 Nerf 的泡棉子弹的？其实它就是玩具枪，是我们其中一个我们这一代的年轻童工呢提出来的。那我们的团长他们听到就说：“你这什么东西哦？”上网查一下才知道，从6岁到80几岁，有人在家里面玩，都玩得很开心。如果他可以跟戏剧结合，那应该会很特别。而且这个一定是年轻人来做，这些7、8年级生来做哦。这个
听起来就是需要靠很多的创意，而且里面也需要体力的，因为是玩枪战，所以就希望我们的年轻团员呢，可以来负责做这个制作。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第一个，我们一次进来只能20个人 ，OK， 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不会比一般演出的时候还要少。灯光、音响的效果，演员还是要有，所以我们以前呢，可以一次有191个或者是更多的人进来，他们就可以稍微share一下这个门票，那我们再另外去募款，因为我们做福音的工作不可能把所有的成本都让观众来吸收。那这一次的挑战就是变成只有20个人，那个差距就更大了。所以当我们年轻的几个团员开始要负责这个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那个故事里面的王子公主里面几个角色一样，他们的目标是最后要带着20个观众一起去打喷火龙，也就是代表我们生命中那个看起来我们没有办法战胜的那个仇敌，我们最大的那个软弱或者是困难。那我们自己里面的4、5位年轻同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很大的起伏。因为当我们要面对这个经费的时候，当我们要面对这个要开始做负责、要管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轮流的，好像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一样，我们就轮流的败阵，也就是我们轮流的离开剧团去做别的工作。但是为什么一直加演到今天还可以演呢？就是因为上帝很奇妙，在我们每一个人不同软弱的时刻呢，他还是伸出手把我们救回来。于是我们有同工就说不能够放弃，我们还是来试试看，去面对这个看起来不可能的喷火龙。所以今年的8月底到10月中，才有机会又再次的加演了30场。那希望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的小组有机会呢，也可以来报名来询问。那我刚刚讲到这边，大家会不会很好奇说，这个活动到底长什么样子 ？OK， 很难想象，对不对？我们曾经有亲子，曾经有青少年，曾经也有平均年龄全部都是65岁以上的人进来玩。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福音义工。有人妈妈跟女儿来玩之后，回家告诉我们说，我女儿本来不会跟我聊天，现在回来每天都跟我聊天。那也有观众是长辈的，他跟我们说，哇，我觉得我好像回到我年轻的时候，原来我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也有人从头到尾一直哭，告诉我们说，团队真的很重要。他发现他自己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真的很大的挑战。于是我们就发现这个活动关系的建立，彼此之间对话的开启，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组曲。那最后呢，我放一小段影片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活动到底长什么样子。唱一次，是谁把我丢在那边就跑掉的？丢在那跑掉？你忘记你上次说过什么话了吗？干嘛要撤退啊？我们人这么多，应该要直接反击的啊！你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用的胆小鬼！我一个人真的办不到。好，谢谢大家欣赏，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那大家待会不用问哈，我就是演那个王子的那个本人。我想大家可能看，是不是长得有点像？我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活动很困难的一个部分是经费。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建造下一代的专案，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呢，除了是我们的资深同工培训我们年轻同工，也就是我们这一代7、8年级生，更重要的是希望透过我们这一代，可以再继续的建造现在的青少年，还有下一代的孩子们。所以建造下一代的专案呢，我们在这一季的3个月里面，我们需要募款大概100万。那目前的进度是1/10。所以，请大家多多为我们祷告，或者是我今天有带一些的食物，有一些的义卖的产品来，可以透过跟我们来支持我们。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分享太多细节，但我今天有带我们的代祷的通讯文学，那就请大家仔细的看过，然后可以为我们祷告。那很谢谢大家今天给我们
给我机会在这里分享。我的报告到这边，谢谢。感谢阿东剧团的分享。咱这是咱请叶长老来为咱今日小组的经节来做一个说明。亲爱的平安。咱开始进入迄个历代志下吼，历代志上上尾也是咧讲，迄个大卫为着要建起迄个圣殿，啊，甲另外一个就是将伊的王位传予所罗门，啊，所以伫历代志上尾也是安尼，所以有讲准备哦，这个黄金有偌济啦，哦，黄金讲170公吨嘛，哦，啊，银340公吨啦，超过340。哦，啊，铜甲铁，啊，甲迄个即个香檀木吼，即个树啊，的木材以及即个宝石，啥物拢准备好啊。啊，所以过来历代志下就是所罗门王就开始来起圣殿啦。所以所罗门王伊有讲吼，他拄啊即个蔡长老咧讲，伊讲伊祈祷上帝时，上帝伫意象中出现啦。伊讲你要求啥物？伊讲求互有智慧吼，通啊来治理遮个百姓啦。啊，上帝讲你干那求智慧，你无求你的财富，也是讲你求你的好业，求你的敌人吼，要打败你的敌人。所以上帝讲，遮个伊拢会享受伊。所以所罗门伫即个箴言内底有讲啦，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啦。哦，箴言内底是所罗门写的，所以咱就知影安尼。啊，但是咱知影吼，这是历代志写的，伊讲有3摆嘛，有2摆啦吼。啊，第3摆时，上帝佫出现的是伫列王记写讲啦。写讲吼，写讲这个所罗门王吼离弃了神啦，离弃了神，所以到伊的囝罗波安的时，真紧这个国家就分裂。啊，为什么离弃神？生命记安怎记载？生命记写讲吼，恁去到迦南地所在，恁会要求一个王。啊，这个王的时吼，王爱安怎呢？王爱抄一本吼，抄一本才会改名啦。哦，要抄一本，逐工读啦。啊，过来吼，伊讲安怎？讲王袂当家己吼，家己建迄个娶真济某啦，王妃啦。哦，结果吼，所罗门安怎呢？讲伊个娶的公主吼有700个啦，妃子有300个，总共1000个啦。所以上帝讲伊离弃了神，因为遮个人所将迄个因的性命拢带到以色列来。所以所罗门起圣殿起7年，起伊的王宫起13年，拢总20年。啊，王宫起13年，圣经有写讲啦，伊讲遐王宫毋通起到耶路撒冷遐，因为遐是圣殿的边仔啦，起到较边仔的所在。啊，啥来安尼呢？因为离弃神，无按照神生命记所教导的。啊，过来另外一个讲吼，讲甲生命记记载讲，你毋通搁等于埃及去遐买马，也是战车。啊，咱知影吼，咱读迄个历代志写的时，所罗门讲战车1400台啦，去对买，去即个埃及买啦，去埃及买。啊，一台偌济750舍客勒，咱知影一个人吼，30个舍客勒伫当时啊，一年吼30个舍客勒，啊伊买一台战车750舍客勒，啊佫买兵马兵嘛吼，拢总安尼偌济，所以离弃神，这是。伫迄个列王记特别有记载。过来伊起圣殿的时，咱知影吼，伊有起圣殿，啊圣殿的时伊有祈祷上帝嘛，啊上帝有祝福伊，所以讲迄个圣殿讲起好的时，迄个圣殿起好的时吼，圣殿起伫对咧。咱知影伫顶界我有讲着吼，伊讲伊去即个点数人数啊，点数人数的时引起了神的不喜悦吼，所以神就。降罚他啦，啊降罚他的时有上尾啊一个伊讲吼，迄个降瘟疫啦，3工啦，啊未到3工的时候，因为有死真个人，所以大卫伊就忏悔求神赦免。啊赦免的时，伊就设一个坛在哪里呢？伫迄摩利亚山的所在，阿尔兰迄个河场，就是咧拍迄个大麦迄个小麦迄个所在啦，拍小麦迄个所在。
伊甲买起来，伫遐筑一个坛，后来又伫遐起圣殿，迄个圣殿是摩利亚山，所以真侪人讲，迄个圣殿，迄个所在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所在。伫即卖啥物？即卖迄个金顶清真寺啦。所以回教徒讲吼，毋是献迄个以撒啦，是献以实玛利啦，因为讲献大囝，伊就安尼讲啦。所以回教徒安尼，咱知影最近有因是毋是国防部长讲要走去祈祷啦。所有的人拢甲谴责啦，因为讲惊引起回教徒的整个迄个战争了，都整个世界大战了。所以连迄个纳坦雅胡嘛谴责迄个因迄个讲要去遐祷告的，要去遐祷告。伊讲迄个因的清真寺底其实迄就是所罗门起的圣殿的所在。起圣殿咱知影起圣殿拢总有3摆嘛。第一摆就是即个所罗门起的圣殿，后来迄个圣殿互拆掉的。拆掉以后过来啥物人来？过来迄个所罗巴伯甲迄个以色列人转来，佫起圣殿，起起来真细啦，真细。后来佫拆掉的啦，佫用拆掉的。到当时呢，到西元前的时大希利佫起迄个圣殿，迄个圣殿就起甲真大。但是迄个圣殿后来嘛，佫去用拆掉的，去互啥物人拆掉？去互罗马甲拆掉的。咱知影圣经有安尼写啦，圣经后来有写咱知影咱读迄个。这个上帝出现迄个所罗门看的时甲迄个意象的时，伊讲啦，讲你如果遵守我的约，敬畏我，不离弃拜其他的神，我就让你的国位永存，你的荣华富贵甲国家的强盛拢一直持续了。你如果离弃我去拜别的神的时候，伊讲其中的一个啥？讲这一个殿这一个称为我的殿。会被拆掉了，成为笑柄，经过的人看到人讲，因为上帝那安尼，所以人家会讲说，因为他们离弃了他们的神，这是圣经记载。伫列王记记载较趣味啦列王记安怎讲呢？所罗门讲求上帝互有智慧，上帝嘛要互有智慧啦。列王记特别写一句话啦，讲所罗门醒来，原来是一场梦。咱知影，原来真的是一场梦，因为到伊的囝罗波安的时，整个国家分裂，后来国家灭亡，原来是一场梦。所以讲敬畏上帝起来，其实蛮重要的啦蛮重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伫这个历代志差不多1到前面到第7章的时，拢咧讲起圣殿。圣殿起好的时，神的荣光降临，神的荣光降临的时讲祭司，台语讲现在祭司徛袂掉啦，因为那个光太亮了，站不住了，站不住。所以有人就讲你如果在神的圣殿里面，就是讲，你教会来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你就一辈子记住了，永远不会忘掉这些了。你会谦卑与神同行了。另外一项就是这个甲本堡人牧师讲的，伊讲伫历代志记载讲伊无记载讲啥物人来起这圣殿拄第一个记载是啥呢？第一个记载有记载讲153600个人，其中有8万是拍石头的，7万是咧搬这个石头的，3600个是咧监督这个人做工的。这拢是啥呢？这拢是寄居在以色列的外邦人。第一个记载是这个，到起圣殿起好又搁记载这个人，所以甲本堡人讲神的殿不是由一些有名望的人建立，而是那一些默默无名，连名字都没有，由最基层的这一些人来建立，让这个神的殿可以完成的。另外一个有讲去西兰也去求这个泰尔这个王啦西兰王讲叫伊派一个较高雕刻，较高雕刻啦，可以绣花，可以打十字架。有讲派一个人来，这个人讲但伊的老母是但这个族的人，伊的老爸是泰尔人。伫列王记写讲伊的老爸是这个，伊的老爸是拿佛他利人啦。有人讲可能伊的老爸过身去了，因老母佫嫁泰尔，就推落遐推落遐个人迄是外族的人。所以这西兰王派伊来的时，伊就来就雕刻这圣殿这真济这器具啦
咱知影，咱上帝要用的人吼，就是讲你谦卑跟神同行的时候，神就会用你。即使你在太尔那个地方，在外邦的地方，神还是会把你找回来了。哦，这是以上甲各位分享。感谢叶长老的讲解。这是咱礼拜到这煞，咱请圣歌队来唱祝歌。这是咱来行平安礼。